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馬體會嘅頻道。眾所周知，香港係全世界騎師夢寐以求嘅地方，無他嘅，超高嘅獎金賽事，再加上唔使好似外國咁跑親馬都要穿州過省、舟車勞頓，淨係呢兩點啊，都已經夠晒吸引啦。所以每年都會吸引好多好手嚟到香港大展拳腳，希望可以喺呢個高手林立嘅賽馬天堂力爭一席之地。不過，既然講得做賽馬天堂，想留喺度嘅騎師又點會少啊？呢個世界從來都係汰弱留強，所以其實嚟到香港，最後因為得唔到支持而意興闌珊、黯然離開嘅騎師為數都唔少噶。今集我哋就為大家盤點近呢10年嚟5位比較印象深刻嘅敗走騎師。第一位想講嘅騎師就係董明朗，嚟自南非嘅冠軍騎師董明朗喺23-24年馬季嚟到香港出戰，第一季已經攞到21場頭馬，但係嚟到24-25馬季，即係上季都只係攞得12 win。到咗今季25-26年嘅情況都係冇太大改善，去到走嗰陣都只係上陣過63次，冇贏馬，總出賽次數仲比潘大衛同埋金城江少，支持度不足，最後只能夠黯然離開。其實佢騎功一啲都唔差，我哋不妨睇下佢啱啱嚟到香港嗰陣騎呂健威馬房嘅自力更生贏嘅一場賽事啊！呢場田草千百米嘅二班賽，二檔起步嘅佢，就算隻馬出閘稍慢，佢都不慌不忙，一邊穩定隻馬嘅走勢，一邊慢慢俾隻馬推進上前，跟實個馬群。入到直路，雖然隻馬內閃難騎，又幾乎平衡唔到，走唔到直線，佢都盡力修正坐騎之餘，仲可以令到隻馬全速衝刺，最後頂住所有對手贏馬。寶信，嚟自紐西蘭嘅寶信係3屆紐西蘭冠軍見習騎師。2016年4月，寶信獲得喺香港策騎機會。可惜嘅係喺香港大半年時間以嚟，佢都只係攞到4場嘅頭馬。2016年11月，佢決定主動交翻個牌出嚟，提早同馬會解除騎師聘約，並喺同年嘅11月尾正式離開香港。就等我哋重溫下佢離開香港之前最後一場頭馬節節性啊！再沿住內欄一路上緊嚟，仲有超甜橙，外邊是勝意，馬林中間呢仲有超強快區風采嗰啲馬，最後100零米節節性走甩咗一個身位，外邊超強快區是勝意一齊上嚟，個中第一名節節性贏啊，第2名是勝意。奇普敦，貴為悉尼冠軍見習騎師嘅奇普敦，喺16年7月佢獲發牌照，首季已經表現出色，贏咗40場頭馬，並曾經憑住坐騎起旺寶贏得級制賽錦標，但係好景不常。去到18-19馬季，佢嘅支持度明顯下跌，仲多次因為缺乏坐騎而全個賽馬日冇辦法出賽。終於去到19年1月，佢決定交還牌照，並喺1月尾完成最後一場賽事之後離開香港，返澳洲。合共喺香港咁耐以嚟累積咗62場頭馬，可以贏到咁多頭馬，騎功當然唔會差得去邊啦。睇返佢騎電子大師輝 bet 鬥贏13兆韋達就知佢咩料啦。呢場4班1200米嘅賽事，排4檔起步，一出閘，奇普敦已經不停俾住電子大師，提隻馬要跟實個馬群，真係少啲體力都搞唔掂嘅。去到最後階段，更加一度俾出邊嘅正本雄心過咗，但係奇普敦喺最後關頭都可以令到電子大師谷翻上嚟，最終輝 bet 贏馬，領先對手個終點。萬事醒中間電子大師最後50米，正本雄心出邊，入邊電子大師兩匹馬相當接近啊，第3名入邊係萬事醒，第4名美麗寶貝啊。加里，澳洲騎師加里喺22年1月為咗舒緩當時嘅騎師荒，以雷霆救兵嘅身份嚟到香港。佢第一日出賽就已經有頭馬見面，不幸嘅係同年2月因為墮馬受傷而需要休養6個星期，復出之後成績就變得好一般。更加不幸嘅係23-24年佢嘅支持度明顯大跌，開季咗幾個月都未能夠取得頭馬，只係得幾個 pace。最終佢無奈喺23年嘅12月以家庭問題為理由交還牌照離開香港。雖然有好多人認為如果當時唔係唔夠騎師，以佢嘅能力根本就唔夠料喺香港跑馬，但係其實佢都外有佳作㗎。有次仲騎住大衛希斯馬房嘅團結必勝鬥贏過舊年嘅3冠王遨遊氣泡添。我哋一齊睇下佢同匹馬嘅精彩演出啦。係勝得出色啊！最出仲有呢隻線路清英啊，鬥到嚟最後300米到啦，醒旺財佔先少少，團結必勝追佢，再見到外邊遨遊氣泡啦，出邊啊勝得出色啦，馬林中間長勝咧俾人壓住嚟跑，唔換腳都係爭啲啊！最後100米到啦，透出嘅馬依然係團結必勝啊，遨遊氣泡外邊追緊，出邊仲係勝得出色，接近終點埋邊團結必勝，出邊係嗰隻遨遊氣泡，外邊位置咧係嗰隻勝。彭國連，呢位法國騎師喺20年嘅1月第一次攞到牌照嚟香港跑馬，
第一日出賽就已經贏咗嚟自沈集成馬房嘅快益線。之後佢雖然可以續牌跑埋21至到22年嘅馬季，但係整體嘅支持度非常普通，連續2季都只係取得個位數嘅頭馬，表現亦都冇乜特別突出。到咗21年嘅11月，佢因為健康問題主動向馬會交還牌照，跟住佢就返咗法國發展。而啱啱提到嘅快益線呢場頭馬的確係佢嘅地標戰，排大外檔嘅佢一心留後嚟跑，入到直路都揾咗一大輪位，左穿右插咁，更加一度俾亞軍嘅標誌王者拋甩咗2個馬位，但係彭國連騎功硬朗，令到隻馬交出強勁嘅衝勢，最後贏馬。亦都上咗好多，最後100米度標誌王者已經係透出咗，咁啊追緊上嚟嘅馬有快益線啦，外邊位置安城啦，入邊係加州大帝接近終點，外邊冚上嚟快益線有冇機會？以上就係近呢10年嚟幾位敗走香港嘅騎師。香港賽馬競爭激烈，汰弱留強係鐵一般嘅事實。長江後浪推前浪，但係每一位曾經奮鬥過嘅騎師都值得尊重。我哋非常期待未來會有更多高手嚟香港挑戰。你哋又覺得邊位騎師嘅離開最可惜呢？可以留言話我哋知，訂閱讚好，我哋下條片見。